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來咧》，我係鍾英權阿權妹。今日阿權妹要來同大家來分享情報吼呀，我報乜嘅東西呢？我同大家來分享咖啡。大家可能想，咖啡日常生活當中，大家啉得到、看得到，唔過今日我同大家來紹嘅咖啡吼。講實在話，我冇看過咁樣嘅咖啡，咩冇啉過咁樣嘅咖啡呀。我聽到一項技術嘅時間，本來知道哇，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技術來做咖啡？所以來今日萬人哦來分享，今日節目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 Waking Cafe 嘅共同創辦人姚皮曉 Toby， 歡迎。Hello， 大家好，我叫 Toby 姚佩旭。个人卡住，对，就是一下听太多客语，有点紧张。对，我刚刚很认真在听，有听懂吗？有听得懂，真的哈，所以有抓到你要 cue 我的事情。不愧是自诩一般没有灵眼的Toby。对，所以我刚刚讲的你都听得懂。听得懂，大部分都聽得懂，但不會說。那我就這一集就多多考考你哦。好，可以。對，那其實Toby其實唔係苗栗人，唔係客家人，啊唔過佢自家講佢係一般的苗栗人。但係緣分係樣板，等下再跟同大家來分享。Toby 先跟大家聊聊，你自家有冇想要來接觸咖啡這件事情？聽說你是有淵源的，家世淵源的。也不是家世啊，就是因為我們家其實從事餐飲相關行業已經做了快3代。因為我爺爺奶奶開始就是做蔬果批發，然後到後面我父母親開早餐店，然後後來做餐廳，然後後來在公館開了一間蠻大的西餐廳，對，然後那時候其實在後廚已經做了非常多年，就是從小就在店裡長大嘛，所以我記得3、4歲開始我就要在店裡面溜達，然後3、4歲也太小了吧？就真的我就是睡在就是有一個娃娃床，然後就在店裡面，對，然後從小就這樣看着，從小就看着廚房的職人們，對，然後其實小時候就在廚房，也不怕刀也不怕火，就是在旁邊玩，然後幫忙這樣。然後其實是在高中進大學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說，我是不是可以學一些跟家裡比較不一樣的東西技術？那因為我媽媽蠻厲害的，我媽媽中餐、西餐、日式料理，然後甚至到烘焙、調酒，她都有相關的證照，然後也好厲害，很專業。然後我想說，那我要學一個她不會的東西。對，然後我就在想說，那個時候剛好流行，大概12年前、13年前，那時候流行咖啡，跟侍酒師紅酒，對，那個時候開始流行。那我就在想說，那我可以學一個跟家裡完全不一樣的技術，然後就斟酌了一下荷包，很小嘛，那些考證照什麼上課都要花錢。對，而且在那個時候其實證照不普及。那再加上我們考取的證照是國際認證的證照，所以那個時候的證照費用非常高。然後我就斟酌了一下，好像咖啡比較便宜，比較低一點點。比酒便宜是不是？對。然後成本也相對比較低一些，因為酒每一支好一點的酒，要上課的酒其實都很貴。對。那咖啡在那個時候其實跟酒比起來還是算平價的產品，然後我就學了咖啡到現在這樣。哇，原來係一個算是有家學對於這個廚房職人的這個認真跟堅持，這件事情有在你的血液裡面流動。故說你張偉兄都講要來學習跟家裡不一樣的事情，但是一樣堅持的走在這條道路上。是。但是就這樣子一直學習咖啡做咖啡，但是為什麼會突然間對嘞？你應該是台北人吧？對。然後結果竟然來到苗栗，喊講咩？第一苗栗待嘅東九，然後喊七甲公七甲黑一般的苗栗人，我才是道道地地跟苗栗人，好嗎？對。為什麼呢？其實那個時候是我小時候的一個夢想，就是我想要環島，然後環島沖咖啡。那在這個夢想其實一直放在心裡。那從休學後一直工作到當講師，然後到上海
回来台湾之后，你还去了趟上海哦？对，那个时候我其实，在台湾一个非常知名的咖啡补习班，然后在那边做到企划总监，然后我在那边做了讲师，做了1年多，然后后来就被上海挖去，然后那时候其实也蛮幸运的，我们的其中一个老板是周杰伦 J Coffee。哦天哪，好惊人哦！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蛮好玩的啦。然后后来因为一些生涯规划的部分，我就回来台湾了。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小低潮，因为跟其实当时的职人精神有一点点冲突，因为毕竟一个是要做赚钱，然后大量生产的店。但是我们其实从业那么久，其实一直希望做一个真的很标准或者是很风味要求的一个咖啡产品，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冲突。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在怀疑，是不是要继续往职人或者是专业的咖啡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刚好回来台湾有一点点钱，从上海回来嘛，然后再加上有一点时间，然后想说沉淀一下，然后顺便去绕台湾1周，然后贴近土地、贴近消费者，去了解看看他们到底想要的咖啡是什么。那我的坚持到底是不是可以在他们身上被感受到？所以那时候我就环岛，环了2个多月，只环到嘉义。啊，等一下利用这样狼烟的，你这样踢都赶，你听听。对。一定也花太多时间了吧，因为我每一个县市就要待3天到1周，所以我一个县市其实待的时间非常长。对，然后那个时候的过程我们就没有安排住宿，也没有安排要去哪个点。那我有一个小小的粉专，然后那个粉专呢就有去 po 说我们会到哪一个地方，对，所以我们就。在粉专，大家就会踊跃的跟我说哪一个店有什么样的咖啡，然后我就会去那边购买他的咖啡豆，然后在火车站的后站冲咖啡，然后做销售，一杯一杯卖。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环岛旅行，环岛冲咖啡的这个计划，然后认识了美丽嘅星星大旅社。对，星星大旅社。这个没有来送那节目来分享啦，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跟苗栗结下不解之缘。对，而且那个时候除了认识了星星大旅社的。罗爸跟我知道他们家超热情啊，热情到就是你就想要留在这里就对了，真的哇！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来到苗栗，后来也很幸运的被裕达科技大学邀请到裕达教课，然后也在裕达待了2年，所以我也就在苗栗也待了2年多的时间。对，哇，抢糖呀，海滩嘅经历就做在地，其實土比係咧經驗同豐富嘅人，而個經驗豐富，可能大家一下嘅冇辦法理解吼，我講伊個例子本大家來聽，他其中一張證照，係全亞洲最年輕考上的人。是。那個考到的項目是什麼？那個其實蠻早的，就是。现在的国际咖啡协会叫 SCA， 就是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那在最一开始其实是2大协会，一个叫欧洲精品咖啡协会，一个叫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现在结合吗？对，他们后来合并变成精品咖啡协会。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快10年了。对，2014年的时候拿到diploma， 就是它有100个学分的认证。那100个学分的认证，其实就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钻研，然后去上课、学习、练习，然后到考试。然后也很幸运，那时候2013年拿到 diploma，2014年拿到国际咖啡讲师的认证。对，然后那时候我才23岁。哇，所以是当初全亚洲考到最年轻的咖啡师。然后那时候全球只有1000多个有 diploma。哇塞！所以其实那时候蛮辛苦的。为什么你真用抖音整去准备这些考试、这些证照？
才有现在这些成果。是，而且我觉得，刚刚讲你鬼耶的这个在环岛的这个过程，虽然你说黑土豆一类低潮一个沉淀，其实我觉得是为你现在的商品做一个很好的铺路。是，因为你遇到低潮的时候，你气嘎就黑第个熊，我到底是会面对商业化的利益，还是说我要很坚持去做一笔好的咖啡？唔讲我头前开场没有讲到，也係咧动贴片嘅技术，我冇看过，没冇识过，我尝到以后没吃到，哇，有没有按用嘅东西？就係投币给也他懂地给做嘅东西，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对。所以这一个大概10年的时间吧，然后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苗栗启发你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咖啡的时候，有一个蛮特别的经验，是在苗栗有一个陈教练咖啡，对他们就是在苗栗，他父亲在苗栗的汶水，太汶的地方，快到大湖那个地方，对，那边有种咖啡，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哎，有，哇塞，你真的是半个苗栗人，对，然后他们有种咖啡，然后。其实这个概念我也很多年前在教咖啡的时候就有想到，但因为早期大家对即溶咖啡这个产品一直都有刻板的印象，而且是负面的，不太好喝或品质不太好。没错。所以我在做教育训练跟教学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商业化的大量复制的产品，然后把它精品化，然后跟结合到我们一线的咖啡操作的人员。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到陈教练他们聊说，如果我们用台湾咖啡来做成即溶呢？然后他们也觉得好像还不错，可以试试看。然后那时候也刚好因缘际会认识到中研院的研究员，那同时介绍人也是我们的共同创办人。就是我们下一段节目會向下來到節目底都同大家來分享嘅。其實Toby 嘅故事還有動到會同大家來分享。喺呢台沒有那個 AV 共同創辦人秀芬姐會來到節目當中，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同大家分享咯。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種新嘅咖啡嘅技術，我哋冇看過、冇試過，今日嘅題擺看到，等下就會上嚟同大家來分享。唔過呀，技術加下Toby有講到吼，佢雖然係一種即溶咖啡，唔過佢係高品質嘅即溶咖啡。你試當好，會同人頭擺上上嘅冇乜嘅共用，上來用蠻做到嘅咯。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好好同大家來分享。唔過接下來嘅節目，有請到呀 Waking Coffee 嘅共同創辦人，就是我們的秀芬姐，秀芬姐歡迎。嗨，大家好，我是 Waking Coffee 的共同創辦人之一，我叫秀芬，林秀芬。好，分享秀芬姐也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你们的团队里面，除了 Toby、秀芬姐，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位伙伴？你有说一定要提到他，对不对？对，就是他叫 Rico 张馨予。对，他其实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我的学生之一。对，然后后来就也蛮幸运的，可以一起创这个新的事业，然后他也蛮认同我们的想法。对，然后他们其实也是一个蛮知名的食品相关背景的家族。哇，所以有集结了这么多人的力量来制造这个维京咖啡。刚刚有讲到一滴滴嘞，就黑这个咖啡，它是用非常某 Q 用给技术才能做成这样子的即溶咖啡。听说也是因为秀芬姐这个引荐，才有机会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厉害的技术端，对不对？当时其实是有别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碰面之后 ，Toby 就是说，其实
即溶咖啡可不可能在风味上做得更好？所以我这位朋友他是在中央研究院，他专门研究跟食品有关的知识。他就想了一下，说其实有这个技术，然后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其实是都有，只是怎么样保存这个风味，并不是大家都愿意这样做，因为其实蛮麻烦，而且很复杂。因为过去可能大家对于即溶咖啡已经既定有那个印象，对于风味没有那么大的要求，对，它就是有咖啡味，对，方便。但是Toby 他会觉得说，如果咖啡在风味上没有办法保留，那咖啡存在的意义就不太有价值了。我也是这样觉得。有上次去 Noble 就是可能去饭店后，饭店就是有方便的那个即溶咖啡包。可是我有上次东西会是咖啡，但是我就是可能不会去泡即溶咖啡来喝。对，就是可能喜欢有更细腻的味道，然后有更多层次的味道，我们会很想要喝。真的是不管它品质好不好，至少是一杯手冲的或现冲的咖啡。是，对，就会想要追求给这种咪稀。但是现在你们的即溶咖啡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层次感，哇！那真引东南熊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你们叫它的名字叫做维京咖啡，然后我刚刚看倒出来，再倒在那个汤匙上面的那个维京粉末，它真的亮亮的耶。对。为什么会这样亮亮的？因为它的我们的制程其实是蛮新的一个技术，但是这个技术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其实是一个应用在航太科技的一个技术。当初冻干的技术是为了冻干吗？对，有猫诶，凯迪有养猫的人都知道。对。宠物的零食也会有冻干的这个技术。对，它其实是类似的一个制程，但是因为它的需求不一样，它冻的是固体，我们要冻的是液体，所以它对生产的一个技术跟 know-how 比较要求。哦，好奇妙哦，我还是有一点难想象，但是你们还是拿一笔真金泡后给咖啡，完整泡好、风味充分的咖啡，对，再拿去经过这个技术，让它冻干变成粉末，维京的粉末。哦，原来如此。后来他就是先来同大家来分享看哪呀，让米西韩国还给我拿到一包这样子的冻干咖啡，维京咖啡用来泡。好，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先拿绿色的这一包。绿色这一包听说是台湾口味的阿里山达邦部落有水洗的豆子，对，然后它的海拔是1200，哎1200，对，1200的海拔高度。试试看，我们还蛮强调的是精品咖啡或是单品咖啡这样的品质。我们的豆子从选豆烘豆开始，它就是用手冲的品质下去选豆。然后再让它经过这个制程，几乎可以，尽可能保存它的风味。哇塞，我还是很难想象，你知道我们的脑袋真的已经被即溶咖啡，就是已经过去那个刻板印象已经太多了，所以这次就是要来打破它，来喝喝看台湾给咖啡做成即溶咖啡，就一包倒进来，它的粉末量不多不多，只有2克而已。只有2克，那这样水量大概要倒多少？水量大概150到200就可以。2克的咖啡粉末可以150到200。对。听说这个水温好像也要有一个限制，对不对？对，其实越高温的温度，可以再多一点点。如果你喜欢浓一点的话，现在 OK。淡一点。好。就是水温呢，我们在这种即溶的产品里面，像我们泡奶粉也不能用太高温的温度，因为它是类似的技术。那里面会有带一些油脂啊，跟一些矿物质跟可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它在冻干之后，你用高温的温度去冲它，它其实里面的一些比较挥发性的香气跟芳香物质就会马上被冲开。故说一哈以后呢，你就会失去那个味道，所以不能太高温。对，大概是几度？60到75度之间，其实是最合适的。60到75度之间，我现在一直拿着，我就开始闻到冲上来的香味，应该也是因为热度下去，所以它的味道开始被释放了。而且我们才
6公克哦，2公克的咖啡。我们一般泡手冲咖啡大概10克的咖啡粉，20克的咖啡粉泡一杯100-200cc 的咖啡，但是这样子2克你就可以冲一整杯，它是整个浓缩，用冻干的技术把它浓缩起来。好，我要喝了。我没有在吉隆咖啡喝到有酸味过，因为豆类就是咖比挑起其实黑水果子跟果实嘛，是果手给不难就应该要有酸味的啊。是。但是在吉隆咖啡之后，那个酸味都没有了，是取而代之的是比较添加进去的味道，但是它这个还有原始就是水果的那个豆子的酸味。是。这很难得，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从我们手冲的这杯咖啡到这边的还原度尽可能的增加，所以我们其实很保留它原来的风味，然后我们的制程一切都往风味的保存为主要的出发点，所以可以让Toby 谈一下，对，跟大家我们说的金杯理论这个金杯理论是。其实我们在生产这个咖啡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在咖啡豆的挑选。所以我们在咖啡豆的选择上，你会发现我们的标示上是从所谓的国家或者是州别，然后再一直往小的方向走。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上面分类是写。中美洲，这个的台湾的话是阿里山，对，阿里山达邦部落，对，蒂比卡是品种，对，然后水洗是处理法，你很专业 ，Of course， 我是吃货好吗？很专业。然后种植的高度是海拔1200公尺，是没错。哦，真的哎，全部就是身份证都在上面了。没错，其实我们在咖啡的处理的部分呢，都希望可以溯源到最小单位。所谓的最小单位是我们可以溯源到它的第几批次，或者是品种等等。然后庄园是一定会看到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每一支产品，我们一定会是以精品级的咖啡去做选用。那我实在太好奇这个了，这是墨西哥的恰帕斯，没听过的地方。然后是黑豹庄园。黑豹庄园。对。哦，那个庄园叫黑豹。飞蝉瀑布是什么？它的周边的一个那个地方。哦，好，来试试看这个。我好好奇哦，因为刚刚塞了一瓶，你看我一下子就喝完一半，弄干一点，一样。颜色好像稍微浅一点点，对，有点浅。对，它的在豆子方面，除了产地不同，可能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比如说台湾的豆子跟墨西哥的豆子，因为我们每一只豆子都会针对它的特性或者是风味去做不一样的烘焙选择，真的不一样哎，它泡出来我就有感觉了，对，不一样，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还有第2个步骤叫做萃取。我喜欢这一支，真的吗？我喜欢，我觉得这个好好喝哦。这个是日晒的豆子，然后它会带一些比较发酵性的一些熟水果的香气，然后还有一些带果干的香气。对，然后我们萃取的方式，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希望用更专业的方式去萃取。那我们使用的就是我们 SCA， 就是我们国际咖啡认证里面所要求的金杯理论的技术来去做萃取。但它最困难的点是在于成本上，因为我们一般的即溶咖啡要求的是2个：最大量跟最稳定的风味。但是你要想，咖啡是农产品。它怎么会稳定？它本来每一批都不一样啊。对，然后第2点是，它怎么可能用最大量的生产量？意思就是，我们咖啡里面可溶解的物质是有限的。那我们要把所有的味道给榨取出来，可能就包含了一些不好的味道。那我这样讲好了，你们的咖啡豆的萃取成这一杯的比例大概？我们的萃取方式是大概抓在1.25到1.45的萃取的浓度，但是我们的工厂的末端，其实我们在萃取它的浓度会再高一点，大概会到6%。
6%对而已。对，6%。但是我们一般的外面的咖啡，即溶咖啡的萃取可能会到18%到22%。哦18%到22%。所以泰嘎暗涌朱迪耶，这个是很珍贵，好不容易张优雅一笔耶，因为它只萃取咖啡后维米西，张用办法做出，就算它是即溶咖啡，还做得保留基本但个香味啊、口感，还做得本来撇度、色的都差撇讲，呀包黑马干米西，给包黑马干米西。这么细微的表现，阿 Q 梦雅知道非常非常的某 Q 用，是一个很特殊的体验，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还有喊卡头嘅内容要同大家分享哦。大家要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 Q 妹哦，真係冇濕過暗後色嘅即溶咖啡，真的是非常讓我驚豔。因為我印象當中就係有我出櫃的時間，冇辦法是到一筆後色咧比較爽口的咖啡，有可能去東南亞那個咖啡口味都很重，然後我就不太適應。啊，不過韓白就唔是少，沒有這個疑慮。而且除咗我剛剛是到嘅兩種風味，一種係台灣的，還有一種係這個墨西哥的。那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跟大家來介紹一下？就是我們台灣咖啡希望可以結合北中南東4個地區的咖啡。那除此之外，我們還有4大洲，分別是中美洲、南美洲、非洲跟亞洲。那我們的中美洲選擇的是哥倫比亞豆子，中美洲是選擇墨西哥的豆子，我剛剛喝的墨西哥的。南美洲的話是選哥倫比亞豆子，然後亞洲的話我們是選具代表性的曼特寧，對，然後非洲的話是伊索比亞的，我突然想不起來它叫什麼。來，啊，我來看看 Africa， 它上面有寫嗎？西達摩。哦，西達摩。對。原來，所以其實你遍布了5大洲的這樣子的咖啡，對，然後再加上台灣的，你都想要把它發揮出它的強項，是本泰嘎倫音色亞的咖啡，對。哇，所以其實做了這樣子的咖啡，我覺得除了很方便之外，咩係一種我知道東南嘅事情，就係有陣時就連我泡香樣嘅咖啡，調香樣嘅咖啡粉，我特別愛泡出香樣都不可能。對，就是當然我不是專業的，但是我相信對專業的人來說也很難。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因為咖啡就是一個活的，而且是根據不同的狀態烘焙後，然後存放時間都會不太一樣。對，即便你是同一杯水，對，同一包咖啡豆，都是沒有辦法，很難100%一模一樣的。非常難。但是透過這樣子的微晶咖啡，是不是更有機會？對，可以創造這樣子的可能。它可以讓它更穩定的出杯，然後甚至可以更穩定的。不管是你還是我們只要用一樣的水量，就可以喝到一杯一樣品質的味道。沒錯，故說有按用嘅新嘅技術，大家就做得有含卡方便，又做得識到好咖啡嘅機會。啊，唔過我相信東東人對於咖啡還係有懂到嘅問題，但是我們就有請到按專業嘅咖啡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當然要這個福氣便利答，我要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咖啡嘅風味，跟它沖泡的器具工具有很大的關係。比如說一般最普遍的可能是家裡的手沖的那個濾杯，或者是美式咖啡機，對，它就比較偏向是哪一種風味呢？濾泡式，因為像我們一般在選擇咖啡，不管是出去外面喝咖啡也好，還是在家裡沖咖啡也好，大部分都還是以美式咖啡居多。那美式咖啡就是我們項目的第一個。低濾式的咖啡，對，那低濾式的咖啡，它其實因為有濾紙，所以它會有比較多的油脂會被吸附掉啊。對，它泡出來幾個蛋糕就唔會有泡，對，不會有泡泡，對，然後比較清爽。哦，那相比之下，如果光看泡泡，我就覺得意式咖啡機
泡出来的上面就会有喷喷的一层泡对泡。，那个是油脂的泡沫，哦我们英文叫 crema。哦那个 crema 其实是 espresso 里面最重要的风味来源。浓缩咖啡最主要的对风味来源。对，就是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味道太重，所以会再把它加水变成美式咖啡。哦，所以 Akino 会买到的美式咖啡有蛮大一部分的可能是 espresso， 就是浓缩咖啡在对稀释的，对兑水稀释的。对，没错。哦，原来如此。那我们比较传统的咖啡就会是虹吸式的咖啡。亚迪 detail by 可能。据我妈妈说，她年轻的时候在台北的餐厅里面都看得到这样子虹吸式，对，妈妈你很时髦哦，对不对？就是有那个玻璃瓶，然后要这样会流上流下的那个。它是用虹吸原理的方式把咖啡给过滤出来，那它的味道因为它有虹吸的压力，所以它的风味会比手冲再浓一些些，但是又没有像意式咖啡这么浓。故说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咖啡的小知识哦。迄个你上个生嘛，该某 Q 用的咖啡，就做的金本义这个咖啡师教大家的方法去挑选。啊，不过在个转到金本义节目当中的主题后，有关我们的维京咖啡，其实真经系一个动体片的技术，啊，不过出体也都有动到先进的这样子的技术跟很多创意的想法都低度以外，还有一类很核心，也是我觉得很值得佩服的一个理念，就是想要希望台湾跟农产品发展的更好，尤其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阿里山的这个豆子，对不对？是，其实我们咖啡豆的选用，其实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技术顾问，就是我们刚刚讲中研院的研究员，他姓徐，叫子富哥。那他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断的在协助跟帮助我们传统台湾的小农的种植的技术，尤其是原住民。那个时候我们有合作到一些原住民的小农，那后来就辗转跟阿里山的达邦部落的原住民们合作，然后收购他们的批次。那我们也直接包了他们整个庄园的咖啡豆量，但其实也不多，就100多公斤，快200公斤而已。但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利用我们小小的一点努力，可以协助他们可以把东西卖掉，然后被有效的被利用，那他们可以再继续发展更好的咖啡种植的技术。对，不过除了亚天数小农的这个理念很重要之外，是不是同时也是有希望我们环境更好，也希望大家可以用更环保的方式来种植？因为咖啡在整个国家里面，它算一种林下经济，就是森林的下一层的经济。那它其实既可以做水土保持，然后它又可以让当地的小农有一个收益。然后因为在那个海拔，它不太需要使用农药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林相更完整。然后其实台湾的咖啡树有很多都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留下来的，那他们也都在当地已经成长稳定了，可以保护整个森林的样貌。哇，亚都会先前没想到哎，所以其实能够有这样子的想法，不但将台湾跟农产品做得发展出去，还够我们做得 VN 的反应尽一份心力，这是我觉得很敬佩的一个想法。所以想要再来问问看 Toby 跟秀芬姐，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计划啊，或者是说或许有机会再开一个实体店啊这些？我们今年其实一直希望可以朝向更永续的企业发展。那我们也今年开始会希望可以慢慢可以做所谓的碳中和企业，像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用环保的材质、环保的材料，像我们的纸盒是黑卡纸。那为什么是选用黑卡？除了我们设计师的选用之外，主要黑卡是因为它是回收材质。它是用回收的纸浆，然后来去做成的染色做黑卡，所以染黑了就看不到之前的痕迹。没错没错，所以它其实是回收材，它可能就是大家回收的纸箱做的。看不出来。对，没错。然后再来是我们希望可以在降低我们的原材料的使用，因为碳中和的
希望是我们可以用在地化的产品，然后可以降低我们的碳足迹。那降低碳足迹的好处就是，这中间的碳生产的部分就可以被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希望慢慢发展台湾的产品，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接下来有更多的余力可以去购买碳权。对。然后我们在未来也希望可以在苗栗再开回来。希望真嘅呀，办在苗栗人，希望真的回苗栗可以开间咖啡店。古时候今日也同大家来分享呀，真嘅喺台灣網上看過嘅呀咖啡嘅技術，本大家都在用當封片嘅方式，食到好品質嘅咖啡。希望安尼托比韓國秀芬姐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每希望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今日節目就到呀，等下聽先生向下來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有到福氣來嘅面書網站，還有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有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